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偉的生活主義。今次我哋嚟到中環，去食一間日本過江龍。總店位於大阪嘅人氣拉麵店花園軒。我哋俾佢簡樸日式裝潢吸引，感覺係一間唔錯嘅拉麵店。menu 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菜式，除咗有招牌嘅拉麵外，仲有煎麵同炒飯。同日本嘅禮儀一樣，提供冰水。我點咗日式叉燒豚骨濃湯拉麵，豬骨湯嘅香氣撲鼻而嚟，可以聞得出用心去熬製。金黃色嘅湯底睇落非常濃郁，味道濃厚，湯頭十分鮮甜。叉燒厚薄適中，肥瘦均勻，肉質軟嫩入口即溶，加上火炙帶椒香味，口感豐富。麵條有彈性，吸收濃湯精華，每一啖都感受到誠意。朋友加咗份餃子，餃子煎得外皮夠脆，肉質鮮嫩多汁，而且係店員現包，絕對係加分。花園軒算係我食過最高質嘅豬骨濃湯拉麵，佢好嘅程度係值得將個湯一飲而盡。喜歡呢個 post，請 CLS 支持一下。